满满的感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请嘉宾就位致辞。我们接下来要恭请嘉宾致辞咯。各位前贤，我们待会一起来聆听我们嘉宾们给我们一贯道所有道亲的祝福。好，来，我们嘉宾请就位了哈，嘉宾们。好，嘉宾站两边哈，总统也请就位了哈，来。好，来，我们站在两边哈，来听我们即将要做致辞。来，我们大家嘉宾站整齐啊，陪着总统、副总统，还有我们的内政部长、交通部长，还有我们的院长、副院长、副院长，各位各界民意代表，我们一号，谢谢大家。现在致辞，首先由一贯道总会，我们王理事长代表我们总会致辞，热烈欢迎所有嘉宾，掌声拍手。好，现在恭请的是一贯道总会王宝宗理事长要为我们代表致欢迎词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现场的画面，一起来听听。尊敬的蔡总统、赖副总统、监察院陈院长、内政部徐部长、交通部林佳龙部长、卢秀燕卢市长、宜敬县前部长林永坚董事长，还有我们韩老现场与会各位各主线前人、领导点传师、各位前贤，以及收看网络直播的全球一贯道道亲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，大家相聚在一起，共为一贯道白杨圣庙祖师纪念馆落成启用典礼庆贺，以及白杨天坛祭祀大典为世界祈福祝祷。首先，感谢过去前人辈们筚路蓝缕的走过艰辛的历程，用深厚的修养、坚定的意志，积极合法立案，推动道务，终见皓月青天，奠定了稳健的基础，一贯道才有今日道传世界的蓬勃发展。感谢谭总裁的大布施，20多年来默默的付出，无怨无悔，克服万难，承受了莫大的压力，真心诚意出钱出力，才有这一栋金古奇观、旷世巨作的白杨圣庙落成盛典。总为各主线的团结合作、共成共荣的修办精神，才有今日隆重而庄严的场面。今年师尊师母领命90周年，道传万国9州，不分种族、文化、语言的不同，皆能成为一贯弟子。至今仅90年，已遍布世界各地80几个国家，逐渐以入世的修行，最终达出世的结果，是人类共同的需求。至今90年，一贯道道亲遍及世界各地，皆是由台湾发扬出去。世界各国道亲需要有朝圣的地方。今天白杨圣庙落成启用，除了成为世界一贯道弟子朝圣的圣地外，将是大道弘传、传承可大可久、惠命永昌的历史见证。今天再一次感谢所有贵宾、前贤特别拨空莅临盛会，未来更需大家的扶持，
恭为老祖师师尊师母的宏愿，为白杨盛宴传播尽一份最大心力，让有人的地方就有道场，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一贯道。最后敬祝总统政功康泰，国运长荣，副总统、院长、各位部长、各位立委步步高升，各位长官贵宾吉祥康健，所有道亲圣还如意，一切顺利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总会理事长。好的，谢谢一贯道总会王宝忠理事长的致辞，还有为我们带来的期许跟祝福。